叫周和年，是个孤儿。从小我有一个豪门梦，如今人到中年，我早已事业有成，执掌千亿财团，亲生父母却找到了我。董事长，您的亲生父母终于来找您了。哦，这一天果然还是来了。45年之期已到，我豪门唯一真少爷回归。小溪，你怎么跟来了？老妈怕你一个人去受欺负呗。老爸不会是遇到杀猪牌了吧？我查过了，豪门是真的，但还是有风险，要不劝老爸算了。你们老爸放着那么大个集团不管，这辈子就有个回归豪门梦。虽然林家不算什么顶级豪门，但总归是能圆梦了，咱们得支持他。好吧，那我派人暗中保护爸。放心，你爸的身手吃不了亏。小溪，你陪老爸走一趟，我跟哥哥都在国外，暂时赶不回来，包在我身上。还是老婆想得周到。老头儿，怎么不让家里司机开车，还特意穿这身旧衣服？我是回去认亲的，没必要摆排场，低调点才好。再者，我也想借着这副模样，看看林家人到底是不是真心认亲。欢迎少爷回家。排场还挺大，看来林家人是真心欢迎我回来。老头儿，看样子他们还挺重视你的。真是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。老爷和夫人都在客厅等候，我带二位进去。妈，你干嘛非要把那个乡下土包子接回来啊？我这辈子只有这一个哥哥。美华，别这么说，他毕竟是爸妈失散多年的亲生儿子，能找回来一家团聚也是好事。不过是个从乡下回来的穷酸货，也配跟我争林家的一切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美华，他是你的亲生哥哥，失散45年才找回来，不准再说这种混账话！该死的老太婆，养了我40多年，还是一心惦记着她的亲生儿子。老爷、夫人、大少爷、小姐，二少爷回来了。老头儿，你成二少爷了。程生，是你吗？程生，妈妈终于找到你了。我如今叫周和年。你叫周和年？怎么和周氏财团的董事长一个名字？当然，因为老爸就是本尊啊。爸爸隐瞒身份肯定有他的用意，我还是不多嘴了。也许只是同名而已。也是，你都丢了40多年了，肯定也不叫以前的名字了。穿得这么寒酸落魄，怎么可能是周氏财团的董事长？应该是凑巧重名。想必这就是你的女儿，我的乖孙女儿吧？我女儿秦朝夕刚满18。奶奶好。怎么姓秦？跟他妈姓。这像什么话？难道你入赘了？我什么都听老婆的，钱也都归他管，这算入赘吗？和年啊，你老婆呢？怎么没来？忙工作呢，不在本地。入赘就算了，还找了个在外地打工的，你简直丢尽我们林家的脸！老爷、夫人，午饭已经备好，可以入席了。先吃饭吧，为和年接风洗尘。林管家，去喊甜甜下楼吃饭。和年，这些年在外面受苦了，听说你比我晚出生几小时，我就托大，喊你一声弟弟了。以后咱们好好相处。你就贾少爷吧。你好，你好。初次见面，一点小礼物。什么贾少爷？这是我哥林承生，林氏集团唯一的掌权人。你这地摊垃圾，别脏了我哥的手。美华，别胡说。和年在外生活不易，心意最重要。心机深沉的贾少爷，不辨是非的蠢小姐，林家这水比我想的深啊！你眼凸脖子粗，气机郁滞，痰盂互结，再这么易怒，不出半个月就得住院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敢咒我？我爸说你有病，那你肯定有问题，得赶紧治。美华，别生气，和年也是好心。承生，你也劝劝你妹妹。够了！吃饭的时候吵吵闹闹，像什么样子？这些年在外面过得很辛苦吧？还行，有口饱饭吃。回来了就不会再过苦日子了。但有件事，我想提前知会你。您说。我们商量了一下，决定对外宣称收你为义子。
义子，义子，希望你能理解，如果真相曝光，可能会影响集团股价。况且程生虽然不是我们亲生的，但这么多年一直在我们身边尽孝，比亲儿子还亲。对呀，你们俩被报错，程生也是受害者。他在林家45年了，我们早已将他视作亲骨肉。哎呀，真是委屈他了，那就赶紧换回来吧，名下资产也换一换，不能让他再受委屈了，多不好。果然是底层渣子的眼界，嫉妒心这么重，真是上不得半点台面。算了，美华，弟弟这些年确实受苦了，是我对不起他。我去，18年的绿茶常有，这45年老普洱倒是头回见啊。还是发霉了的那种。你没有对不起他，我们林家个个人中龙凤。你看他一事无成的废物样子，根本不配当我们林家的人。美华，你不能这么说你哥，本来就是。够了，弟弟，这是哥为你准备的一点小心意，你以后就不要再带那种地摊货了。玉佩喜欢吗？这可是商州出土的古玉，精挑的 A 货，土包子肯定看不出来。贾少爷送贾玉，合理。你也看出来了？当然，走驼痕迹刻意，阴刻线一眼电动牙机啃的。这玉不是商州的，是上州的，纯新，毫无争议的新。弟弟，这块玉价值连城，我好心送你，你怎么能教唆朝夕乱说？老爷，清北大学的高教授到了，我请了他好几次了，没想到今天来了。太好了，高教授可是鉴宝专家，刚好让他帮哥哥证明一下，免得被不识货的废物诬陷。这不行，万一被高教授看出来，就丢大人了。既然弟弟不喜欢，那就罢了。别呀，大哥送的，真的假的我都喜欢。哥，就让高教授鉴定一下，打烂他的脸。林董3番4次请我来，就是为了这点小事吗？当然不是，高教授大驾有失远迎。这不是古玩界的隐藏大佬周和年吗？多年前有过一面之缘，再想见他怎么都约不上，居然在林家。您怎么在这儿？高教授这么高傲的人，这是在对周和年献媚。高教授，我们认识吗？没印象了呢。差点忘了周先生喜欢低调，要是在这儿被我挑明身份，以后肯定不搭理我了。不认识，是我认错了。果然，怎么看周和年都是个废物，怎么可能认识高教授？高教授，我几次请您来，是收集了一些字画，想献给你。高教授在学术圈是人脉资源的中心人物，只要讨好了他，对林氏来说就是一笔无形的财富。哦，那就不必了。东西好的话，我可以出价收。那怎么行？字画这东西就应该赠给懂的人，谈钱多不好。高教授，你先看看林家送我爸这个玉佩是真是假。秦朝夕，高教授大驾光临，怎么能为了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麻烦人家？少熙，算鸟，这不是最小年龄考上我们清北大学的天才少女秦朝夕吗？她竟然是周先生的女儿。好，我来看看高教授怎么这么听朝夕的话。算了，估计看她是个小女孩才这样。买这个东西送人，要么蠢到骨子里，要么坏到骨子里了。若是后者的话，简直畜生啊！这是。这玉含有放射性物质，戴了会得癌。都怪助理不识货，上当了。弟弟，对不住了，下次补你一个真的。你再看看这个呢？这不是周和年刚刚要送给哥的吗？也好意思拿出来，连破塑料都不如。这是良渚文化时期的玉牌。良渚时期，听都没听说过。蠢货！良渚时期距今5300多年，这块玉牌在某种程度上实证了华夏5000年文明史。被人送这样的宝物都不要，简直是雷霆大傻子啊！算你识货，喜欢啊，送你了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
高教授，我这书房还有几幅字画。拉倒吧，你儿子都送贾玉佩了，你那字画我可信不过。你有这闲工夫，还是劝你这对无知儿女多读点书。不说了，我得赶紧回去研究研究这个宝贝。哦，对，这害人玩意儿还给你们，告辞。真是丢人现眼！回去给我把华夏文明史抄100遍。啊，爸，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还抄这个，传出去多丢人。对了，弟弟，你是怎么得到如此珍贵的宝物的？你刚不是说了吗？地摊货，地摊淘的呗。对了，朝夕今年18岁，应该上高3了吧？学习成绩怎么样？我甜甜念的是全市最好的私立高中，我回头给朝夕办转学手续。到底是一家人，教育还是要跟上的。我们学校教材都是全英文的，凭他也想转进来，那惨了，恐怕走后门也进不了。好了，这件事儿就交给程生，先多请几个名师给孩子补补。不劳费心了，朝夕现在没在读高中。原来是个没读书的小太妹。人家这么热情，要不你就去念这个什么私立学校吧。老头儿，我都上大4了，哪有再去念高中的道理？也是。算了，学校这事先不谈，对外宣布你为义子的事儿，林家会给你补偿，你考虑考虑。您说的补偿都有哪些？这些是我们林家给你作为补偿的，总价值大概10个亿。10个亿？这些是我们林家名下的商超会所、旅游基酒、品牌餐饮的免费使用券，你可以带上你全家一起消费，够你们一辈子吃喝不愁了。1毛钱现金没有，全是消费券。老头儿，这是把你当经理耍了呀？被吓傻了？也是，这些消费恐怕你前半生做梦都不敢想。是吓傻了，不过是被林家的抠门吓傻了。周和年，别给脸不要脸！10个亿的消费券够你肆意挥霍了。挥霍？妹妹真是装糊涂的高手啊！商超100元券限法国乐克莱超市使用，就100块，让我飞巴黎去买干巴老头面包。你好心当做驴肝肺。好心，说白了就是想打发要饭的，又想落个体面。说的对，要饭的。比喻。哦。那你想要什么补偿？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，好歹我也是林家血脉，要点集团股份不过分吧？股份涉及集团根基，不能轻易给。这样吧，我先过户一套公寓给你，再给你500万现金，集团那边也给你安排个职位，年薪100万。何年，这待遇已经很好了，先安定下来再说。行，总比拿一堆破券强。爸，我看不如办个认亲宴，既官销弟弟的身份，也能宴请各界名流，稳固集团合作关系。好，就定在本周末，在林氏集团名下的酒店举行。明天宴会，林家人肯定也没憋好屁。算了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嚯！小老弟，你这是用的什么饵料啊？我自己配的，能不能教教老哥？你这怎么干杆不落空啊？干是好干，但你这饵，这条野河里没有大鱼，就好比你拿豪车珠宝吸引不来拾荒匠，吸引拾荒匠得用塑料瓶，所以这饵啊得用对。真钓上来了，老弟，牛啊！喝点儿。你这是迪亚满特龙舌兰，300多万每到1瓶，你放冰红茶瓶子里，识货啊，老哥。嗨，儿子给买的，我其实就乐意喝点冰红茶。老哥，你腰不舒服？是啊，老毛病了。
名医看遍了也治不好。要不要试试我的推拿手艺？哎，好了，你现在扭腰试下。哎，真不疼了。哎，老弟，你是神医啊！肾腧穴每天揉按2分钟，不出半年，这老毛病就能彻底根治。老弟，这大恩大德我记住了，举手之劳。走了，老哥，有缘再聚。这老弟不简单啊！说是教我钓鱼，但一句话说出了生意场上最本质的逻辑。随便一瓶酒，还是迪亚满特龙蛇嘎，举手之劳就治好了我多年的顽疾。隐士高人啊！哥，你手怎么了？还不是你这个蠢货，非要让高教授鉴定假玉，害老子这几天抄文明史抄的手都抽筋了。没什么。你看他那身行头，怕不是二手市场淘来的，丢死人了。弟弟，你可算来了。哎，弟妹没来？没来。就这么见不得人。行了，长辈都在等你，快入座吧。这就是林家要收的义子，怎么看都是个废物啊！听说他中年失业，连工作都没有。一个大男人真好意思。小点声，说是义子，指不定什么身份呢。秦朝夕，你个中学都没读完的学渣，真敢来这种场合。没读完初中，不代表就是学渣哦。天哪，还以为义子够窝囊了，没想到他女儿连初中都没读完。这种底层废物能教出什么好子女？哼，我爸好心给你找关系，来我们私立初中。幸好你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拒绝了。凭你的水平，上我们学校确实是痴心妄想。你就是那12岁拿了全球计算机竞赛金奖，14岁考上清北的天才少女秦朝夕，我没看错吧？什么？你就是天才少女秦朝夕？哎，有事说事，别动手动脚。是我，有什么事吗？那小神叨老师啊，那可是教育局长，那他说的话。严局长，你搞错了吧？他可是初中都没读完，怎么会上大学呢？胡闹！我怎么可能搞错？看清楚喽！秦朝夕，18岁，目前在清北大4就读，计算机专业、历史专业双修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清北大学双修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！难怪敢拒绝林家的安排，原来是个顶级学霸。不可能，他肯定是作弊。今年我们林氏的校企合作项目还要仰仗您。哼，你先看看你教出来的好女儿吧，造谣别人作弊，张口就来。若田，这怎么回事？秦朝夕和我同龄，怎么可能考上清北？不是作弊是什么？肯定是买通了出题老头。他的入学考试是我亲自参与的出题，你的意思是在质疑我？严局长，小女不是这个意思。哼，今年的校企合作，你们林家就别想了。哼！没想到周和年这个废物竟然能生出这样的女儿，真是踩狗屎运。原来是一场误会，朝夕真是年少有为，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了。大哥这说的什么话？
不合适。那严局长那边能不能用狗眼看人低更合适一点？弟弟，我是好心。行了，少说两句。何年，你刚刚的话的确有点过分了。跟程生道个歉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道歉？是他们有错在先，要道歉也得让他们先道。要不是看在血缘情分上，你连这个宴会厅都进不来。你再不道歉，就滚出去！是谁敢让我的朋友滚出宴会厅？啊！易总，老弟，没想到咱俩参加的是同一个宴会啊！老哥。怎么回事？这是在欺负我朋友？我没看错吧？易总竟然在和这个废物称兄道弟！易总光临，有失远迎啊。易总，您怎么突然来了？之前不是说可能来不了吗？昨晚交个了朋友，心情好。老哥竟然是个大佬，深藏不露啊！何年啊，你认识易总，怎么也不跟我们说一声？我之前没跟老弟说过我的身份。他不像有些人那么势利眼。易总，这也是我儿子林承生，是周和年的哥哥。之前兄弟俩闹着玩呢，让您见笑了。易总，这是我名片，以后我们林氏集团还得靠您多多照拂。是啊，林承生是我们林氏集团掌权人，也是妥妥的商业奇才。你们林氏集团想要找我合作可以，但我只认周和年。周和年到底做了什么，竟然能让易总这么帮着他？而且我来参加我好兄弟的宴会，倒是没想到林家的待客之道这么特别，竟然让今天的主人公滚出去。易总，我不是。爸，你干嘛？为什么打我？给你哥哥道歉！对不起，哥哥，原谅你了。周和年，你竟敢让我在爱慕的人面前丢脸，这次羞辱我记住了，日后我一定会加倍奉还给你。老头，你这么羞辱他，我看他好像记恨上你了。啊？我不是大度原谅了吗？这怎么又算上羞辱了？我叫易振海，做投资的，之前没说是怕你有顾虑。老弟啊，你不会怪我吧？易振海可是江城隐形富豪，实力远超林家。这个易子竟然和这种大佬称兄道弟，真是不简单呐！哪里话，老哥，咱俩的交情跟利益无关。风头都被周和年出完了，不行，我不能就这么被比下去。林总，与秦氏合作的方案已发过去了，他们暂时没有驳回。那合作就是8、9不离10了，风头可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出了。各位，感谢大家赏脸。我宣布，在我的带领下，与秦氏集团的合作已初步达成。未来，我们将与秦氏集团携手共创辉煌。程生确实争气，没有辜负我们对他的期望。我哥的能力还是有目共睹的，不像某人只会投机取巧。周和年，你看到了吧？就算你女儿是天才，你讨好大佬都没用，林家的光环只能属于我一个人。也不知道老公回豪门的事怎么样了。秦总，林氏集团发来了合作意向书，顺带想邀请您出席今晚的宴会。林氏哪里来的小作坊，都敢给集团递合作意向了？是，林氏今年虽小有扩张，但与秦氏集团相比，确实相差甚远。宴会就免了，这种级别的合作，让市场部按流程评估就行了。好的，秦总。不过，林氏这次的宴会名义并非单纯的商业宴请，而是认亲宴。等会儿，认亲宴？林家难道就是找回我老公的林氏集团？不回集团，其余安排全部推掉。
立刻去准备贺礼，要最体面的那种。我现在就过去给老公撑场面。看到了吧？秦氏集团是什么级别的存在？可不是你这种乡野底层出身的人能碰到的。就是，你除了靠女儿撑场面，攀附易总，还会什么？秦氏集团跟你达成合作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废话，你算哪根葱？你恐怕连秦氏集团掌权人是谁都不知道吧？看到没？这就是秦氏集团总裁秦霜，江城公认的最美女总裁。我老婆就是好看。你老婆？你也配？你怎么不说她是你妈？她是我妈。是你妈？是你妈了个！你们父女俩真是绝了，这种关系也敢乱攀？底层 low 货，提秦总的名字都是一种玷污。秦总何等人物，我都是托了多层关系才搭上话，才合作上的。你这辈子都别想和他沾上半点关系。弟弟，你不会是嫉妒我吧？妈不会是因为你才给他合作机会的吧？老婆，不用看在我的面子上同意林氏的合作。知道了。你是戏精吗？你以为演这一出就能唬住我们了？你看着我笑什么？秦总说你的3版合作方案一版比一版烂。什么？他怎么知道我给秦总递交了3版合作方案？哥，他满口胡诌，还诋毁秦总名誉。要是让秦总知道了，影响我们合作怎么办？林总，不好了，秦氏驳回了我们的合作方案。什么？哥，你不是说秦氏已经同意合作了吗？怎么还能驳回啊？别慌，我托人问下秦总。周和年，你马上就会知道跟我林承生作对是什么下场。各位，秦氏集团的总裁秦霜马上就会到达现场，是为了与我的合作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是秦总为我来了。这排场，不愧是江城第一美女总裁，林家面子也太大了，竟然能让秦总亲自出席，还送来这么多贺礼。我哥太厉害了，可不像某些只会说大话的废物。老头，妈这是怕你受欺负啊。等哥跟秦霜搞好关系了，再一起帮我去易总那说好话，肯定能让易总对我回心转意。唉，我都这把年纪了，老婆还和刚恋爱时一样，总对我放心不下。我去看看带了些什么来。一看到秦总来就跑，肯定心虚了。秦总，您大驾光临，真是让林氏蓬荜生辉。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老婆，秦总压根没搭理小林总啊，倒像是冲着他来的。看秦总那个眼神，还不像普通交情。哦，我靠，他怎么无视我？不会是认错人了吧？我是林承生，秦总您好，我才是林氏集团的负责人，是我。你挡着我了。秦总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您能来赴宴，还带这么多贺礼，真是太给我面子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跟秦总说话呢？我不来，难道就任由你被人欺负吗？靠，怎么回事？秦总这是在给周和年撑腰？欺负倒谈不上。秦总您好，我是林氏集团的董事长林建国，您的到来真是我们林家的荣幸。这是我的义子周和年，今天这场宴会也是我们林家为他举办的认亲宴。秦总看上去跟周和年关系不一般，先试探一下。林董，久仰。看你们聊得很好，是之前就认识吧？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呢？这林家人不像善茬，还是先不告诉他们好。关系嘛，说近不近，说远不远，也就是睡一张床的关系。这话倒也没错，
但这些人怕是都想歪了。看来老婆是故意这么说，想帮我试探这群人是不是真心认亲。原来如此，我就说周和年这种废物怎么能搭上秦总，原来是靠卖身博青来。哥，你看他真是没骨气，靠这种方式攀附权贵，丢尽林家的脸。秦总您好，我是林氏集团负责人林成生，这次给您的合作方案就是我这边发的。周和年这种乡野村夫有什么好的？不如看看我比他懂情趣，还能帮您打理林氏的生意，比他实用多了。不知廉耻的东西！对了，林董，这次林氏递来的合作方案我看了，稀烂。我家边牧随便扒拉键盘都比这写的强。就这东西，你们也敢拿来糊弄我秦氏集团？秦氏集团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秦氏背后的周氏财团，那是绝对惹不起的存在。忍了，实在不好意思，秦总，方案我们可以重新协商，请您务必再给我们林氏集团一个机会，我们一定能拿出令您满意的方案。要说机会也不是不行，但我秦氏集团只跟周和年合作。天哪，这个周和年不一般呐！林家这个义子今天可是风头出尽了。再看那个，简直是出尽洋相。我宣布，从今日起，周和年正式成为我林家副总，集团核心 AI 项目全权交由周和年负责。爸，你疯了吗？哥才是林氏的掌权人，这么重要的项目怎么能交给周和年这个外人？不公！秦总愿意给我们合作机会，已是天大的恩赐。你要是觉得不公，现在就可以滚出林家！哎呀，这你能忍？我要是你，直接就走了，海阔天空。凭你们兄妹的本事，离开林家也能有一番作为。周和年，你这个贱人！把他送去医院。林董也太狠心了，为了讨好秦氏集团，连亲生女儿都不管了，这有什么办法？秦总得罪不起啊！这个林家水很深啊。罢了，老公做了这么多年的豪门认亲梦，得让他过瘾喽。秦总，这小子我回去会好好教训他。关于合作方案具体事宜，就让和年和你对接。老公，你以前可是操刀千亿级别的项目，做这种小项目会不会太憋屈了？简直是拿大炮轰蚊子。可不要小看你老公，大炮威力依旧如初。车停在门口小路上，待会儿见。林总，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。林总，从您进宴会厅的那一刻，我就看出来了，您气质不一般呐。林总，以后林氏有需要，您就尽管吩咐我们。大家客气了，以后都是朋友，互相关照，互相关照。抽血结果出来了，你得了甲状腺功能亢征症。什么？你眼凸脖子粗，气机郁滞，痰瘀互结，再这么易怒，不出半个月就得住院。周和年难道真的会医术？不可能，他那副游手好闲的样，一定是蒙的。喂，你们俩能不能注意点儿？老公，我来之前，林家人没欺负你吧？放心吧，这个世界上能欺负我的人，就你们娘仨。我马上又得去漂亮国处理集团的事，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和朝夕，别太贪玩，也别被人算计了。老婆特意过来鼓励我，估计很想看到我重新做出一番事业吧。你放心去忙，我一定会整顿好林氏集团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喂，公司的人呢？今天是我上任的日子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周总，对不起，公司的人都聚集在隔壁林总的办公室，准备搞新项目，没人通知我们要迎接您。这么巧？
公司还有村里的忍者。哦，这是公司财务，是个哑巴，他想说账本没事儿，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了。谢谢你啊，带我去会议室吧。您不去林总办公室吗？会议室现在没人。他做这一出，不就是为了看我出糗吗？至于人嘛，早晚都会来的。他怎么看上去比林总还有气场，简直像是个隐藏大佬。哎呀，弟弟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忘记今天是你上任的日子了，没人来迎接你，你没生气吧？我们本想着给你留足够的施展空间，让你好好熟悉一下工作，没想到你这儿这么冷清。林总，真是委屈你了，要不你还是跟林总求求情，让我们回来帮你吧。就是啊，林总，你一个人也干不成什么事儿，还是别硬撑了。二位好意我心领了。说起来，你们确实帮了我一个大忙。什么大忙？我本来还在思考怎么开口把我的团队带进来，你们倒是帮我省事儿了。哈哈哈哈哈！美华，看那个啊！看那个，看那个，还有那个。给二位介绍一下，这些都是业内的顶尖人才。周和年，你要找演员也拜托找好点的，这都是些什么歪瓜裂枣？弟弟，我知道你不服气，但也不能干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儿啊。周总，易总得知您今日上任，特意派我来祝贺您，另外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。没事儿，替我谢谢易总好意。也不知道易总怎么交了这么个朋友，怎么看都是个废物。这是图灵奖获得者刘辉，那是前哈佛计算机教授，还有中科院的大佬。什？你没开玩笑吧？这些不都是周和年请的演员吗？演员？这几位都是业内大名鼎鼎的大拿。我懂了，你也是周和年请的演员。这位是易总公司的技术总监，我之前见过。您这有这么多大佬，看来易总的担心多余了。易总想雪中送炭，这份人情还是要领的。告诉易总，我回头请他钓鱼。弟弟，你这虽然有顶尖人才，但数量上恐怕还不够啊。看着都一把年纪了，也不怕猝死。是啊，好的团队肯定需要年轻血液，我可以安排人手。老头，这些都是我们清北计算机系的同学，来助你一臂之力。叔叔好！你们好，欢迎欢迎，来的真是时候。弟弟，我刚刚说的合作，看样子不劳林总费心了。这里现在是周总的办公区域，无关人员请立刻离开，不要影响我们周总工作。请出去。走就走，谁稀罕？哥，我们走。走啊，愣着干嘛？我们想跟着周总干。好啊，有一个算一个。我周和年用人多多益善。周和，你别太得意！这个周和年又贱又自大，绝对不能让他的 AI 项目成功。对，如果这个项目他做成功了，不光是我，恐怕连妹妹你也都会被赶出去。那我们就更得把这个项目搞黄了。哥，你有什么办法没？办法倒也不是没有。AI 项目光有技术没有硬件是不行的。我们要是能拉拢这个行业内龙头老大徐工，那对付周和年还不是绰绰有余？对啊，这种大拿在行业内都是一呼百应的，只要他封锁硬件不提供给周和年，他就是有再多技术骨干也一定成不了。各位，接下来的工作会很艰难，会有很多人给我们使绊子，但只要我们齐心协力，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。我们要让林氏所有人都看看我们的实力。跟着周总全力以赴。这些是我提前准备的项目资料，大家先看看。徐工，这名字好耳熟。我想起来了，是他。他竟然成了这个行业的龙头老大。老头，你认识他？何止是认识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竟然是在照片上重新见到他。好。徐工刚回国到公司是吧？我们马上就到。
成了，托了这么多关系，终于得到面见徐公的机会了。只要搞定他，周和年就必输无疑。到时候，爸一定会重新重视我们，把周和年赶出林家。事不宜迟，现在就出发。这个地方你们再仔细核对一下。你们先出去一下。是周和年吗？真的是你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老徐，是我，你没做梦。这么久不见，你还好吗？我好，我很好。你终于肯联系我了。你在哪儿？我现在就去找你。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。我在林氏集团，你过来吧。我也正好有件事儿想请你帮忙。好，我马上就来。你等我。你好，我们预约了今日面见徐公。不好意思，徐公刚刚说要先见一位贵人，已经走了。贵人，会不会就是指我们？不应该啊，徐公都还不认识我们。也是，但我们费了老大劲赶过来，总不能白跑吧？对啊，我们可以先去徐公办公室等他。你们确定要在徐公办公室里等吗？确定，快走吧。二位不好意思，我们徐公有严重的洁癖，不喜欢别人坐他的沙发，麻烦二位站着吧。什么人啊，还洁癖，真是矫情。是咱有求于他，只能暂时忍忍了。我实在受不了了！周和年，好兄弟，这么多年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这话说的，我还怕你忘了我呢。我怎么会忘了你？当年要不是你，再给我3天时间，我一定凑够钱。今天不还钱，你可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砍只手下来，算作利息。不要啊！年轻人，火气不要那么大，别动不动打打杀杀的。你是什么人？路人。你知道得罪我们黑豹盟会有什么下场吗？不感兴趣。还愣着干嘛？弄死他！这也太厉害了！不知恩人的名讳。周和年。老大，我们想跟你。只要你们改邪归正，好说好说。周大哥，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？是不是遇到什么难题了？难题倒还真有一个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兄弟，你放心，谁要是敢给你使绊子，就是跟我作对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谢谢你兄弟，有你在，我就放心了。徐公平时对谁都是冷脸，怎么在这个男人面前像个小弟啊？看来徐公是不会来了。太过分了！我们费了这么大劲才搭上徐公这条线，他竟然不把我们放在眼里。走吧。哦，你们就是今天预约见我的是吧？是，徐总，我们是来找您谈合作的。是。我今天心情好，说吧，什么合作？徐工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公司呢最近有一个项目，这个项目只要能成，我给您70%利。实不相瞒，最近家父认了个叫周和年的义子，这人纯粹是个废物渣子，还想跟我争权。只要您答应我封杀他，项目利润我1分不拿都行。住口！你们简直是可恶至极！徐总，我哪里说错了吗？徐总，只要您肯帮我们，我们林氏保证给您最丰厚的报酬。对，价格您来。闭嘴！你们这种不知廉耻、心胸狭隘的小人，也配跟我谈合作？滚！立刻从我这里滚出去！以后不准你们再踏足我公司一步！
可恶，徐总怎么会这么维护周和年？他们难道认识？他一个中年失业的废柴，怎么可能认识这种高薪行业的龙头老大？也是，可能是我们说的有点过，引起了他的反感。不过没关系，虽然徐总没有答应帮我们，但我们这次惹恼了他，他照样不会再跟林氏合作了。没有他的硬件支持函，周和年的 AI 项目照样会搞黄。没错，哥，你说的对，我们就等着看他的笑话。兄弟，不好了！刚才有2个自称林家的人来拉拢我，想让我坑害你，我已经把他们赶出去了。我早就猜到他们会搞小动作，没想到找你这儿来了。没事儿，他们翻不起什么大浪。我明天一早就发布公告，宣布这次合作，避免夜长梦多。好。这个文件明天以最高合作模式发布。周和年，真的是你啊！我是老张啊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20年前在同一家公司上班。哦，是你啊！看他制服，也就是个普通员工。我可是 HR 经理亲自招进来的高级员工，刚任职得给这些人一点威慑，就从他开始好了。哎呀，周和年，没想到你也来林氏上班了，我还以为你早就靠着被富婆包养吃软饭过日子了呢。天哪，这人疯了吧？敢当众羞辱周总！周总还有这种往事呢，看着也不像啊。周和年，跟我说说，你是靠什么才吃上软饭的？讲得满意，说不定我会考虑在林氏带着你干哦。不用干了，你被辞退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辞退我？今天入职的张良被辞退了，谁把他招进来的？自己写检讨。你疯了吗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凭什么辞退我？这公司姓林，可不姓周。实在对不起，周总，是我们部门识人不清。我知道了，周和年，你比我官大一级是吧？有什么好嚣张的？就一个靠女人上位的老白脸而已。林总，抓到周和年的把柄了。喂，谁他妈这么早？林成生，爸，我不知道是您，怎么了？你还好意思问？周和年刚上任就能和徐总达成深度合作，而你呢？你最近干了些什么？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别告诉我你到现在还不知道。一定是弄错了，我昨天才拜访过徐工。听这些废话，如果你再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，那你这个总裁也趁早卸了吧。果然没猜错，他就是个没本事的小白脸。周和年，你给我等着，看我怎么拆穿你！各位记者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林氏集团最新的 AI 项目。慢着！周和年，你别再演戏了，今天我就要当众曝光你的丑行！当然，这些是周和年15年前的老同事，他们都能作证。周和年年轻时就是个吃软饭的小白脸，根本不懂技术。没错，我当年和他在同一家公司上班，他那时候就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，天天跟着富婆出入高档场所，一身脏病没跑。我们都能作证。没想到林氏副总竟然是个小白脸。要是有实锤，估计林氏股价会大跌。为了整我，不惜损害家族利益，林建国，你可真是养出了个大孝子。大叔，别急，相信老头。周和年，只要现在你跪下求我们，说不定我们还会同情你，给你一口饭吃。死到临头还想装逼？好，我现在就把证据放出来，让你身败名裂的。放吧，我也想看看林总费尽心机找的是什么重磅证据。大家看清楚了，这些人都是夜总会的男公关，周和年就是其中之一。周和年先生，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您光靠当小白脸就能混进林氏，请问是有什么秘诀吗？诬陷都做得这么小儿科，这照片里的人都是当年我公司的员工。哈哈哈，这是20年前的照片，那会儿你才20岁就开夜总会了。周和年，你是真敢吹啊！真好意思说这种话，也不怕笑掉大牙。那这张照片你又怎么解释？哇，这张不错，可比他俩那些仰拍的合影好看。我的天哪，真的是秦总！
这可是重磅炸弹新闻啊！秦总瞎了吗？居然包养一个有妇之夫！证据确凿，周和年就是个肮脏下贱的死鸭子。秦霜确实包养我了，不过是合法包养，她是我老婆。和年，你是春梦做多了吧？秦总是什么身份？一条狗还想把自己当男主人了？你是想把大家笑死吗？你就不怕这话传到秦总耳朵里，你连当舔狗的资格都没了？哈哈，秦总来了，你完了！老公，这么重要的场合怎么不叫我？哈哈哈哈！大家都听见了吧？秦总叫她老公。老公？大家好，我是秦氏集团秦霜，也是周和年的合法妻子。我们领证已经快20年了。妈的，被摆了一道！这个周和年简直是走了狗屎运。这离谱的走向，我不会是短剧看多了还没醒吧？除了牛逼，我已经说不出其他话。这有几个做贼心虚的哟。你别以为傍上了秦霜就可以耀武扬威了。你现在的 AI 项目肯定都是靠着你老婆才做起来的。对啊，周和年，离了秦霜，你什么也不是。没错，活了40多年，女儿都是跟着老婆姓，你算什么男人？老婆，别为这些小喽啰生气，我来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个项目凭我周和年做不来，对吗？当然，只会靠老婆的废物。周和年先生，您要不要现场演示一下您的能力？看他这样子，8成是怕露馅儿。你们还是别为难他了，他就是个吃软饭的，根本不懂技术，秦总的傀儡而已。为难倒不为难，在我们项目的雏形基础上加一些程序就行，也借此机会让大家了解一下 AI。吹牛不打草稿，你要是有这本事，还至于早年失业吗？就是啊，周和年 ，AI 程序是你说搞就马上能搞出来的吗？就算你会，那得多长时间啊？大概10分钟吧。我看你压根连 AI 是什么都不知道，还10分钟，笑死我了！这么短时间了，就连第一行代码写完都悬。完整的 AI 程序没有个4、5年都成不了型，你竟然说10分钟，简直天方夜谭。草包不行，不代表别人不行。你说谁是草包？谁认就谁喽。现在他老婆在旁边不能干他，倒不如让他在直播上丢人现眼。你既然说了这种大话，待会儿要是做不出来怎么办？好像没有这种可能，必须得让他下不来台。弟弟啊，这么多记者朋友围观呢，你也别磨磨蹭蹭的了。这样吧，你要是做得出来，我们几个就全部退出这个行业，从此不碰 AI 赛道。你要是做不出来，你就在大伙面前认个错，把这个项目交换出来，公平吧？算盘珠子都打到脸上了，你本来就没 AI 项目，退不退出有区别吗？如果他做出来了，你们还要下跪道歉。可以。这好像是代码，他真会写啊！哼，这东西只要是个程序员就会写，充其量也就是个外行水平。这是高级代码，他怕是偷偷练过。不会真让他写出来了吧？不可能，他再专业也绝不可能10分钟做出完整的 AI 程序。时间马上到了，还毛也没见着，看来我们还真高估他了。哼，就是在装神弄鬼，故弄玄虚。我知道周大哥很有这方面天赋，但10分钟做出 AI 程序，怕是连我都不一定能做到。大叔，安啦，该担心的是他们。做好了。弟弟，这就是你做出来的 AI 程序？这是搭载了我们项目最新研发的芯片做出来的 AI 程序，应该称得上是目前市面上最高级的人工智能。哼，笑死我了！第一次听到这么大的牛皮。你周和年要是有这本事，还至于早早失业？你是因为这些井底之蛙才出场的，就给你取名小蛙吧。好的，主人。谁在说话？是我在说话，井底之蛙。
软件，叫2声应一下，难道就算 AI 了吗？对呀，这种交互软件不过就是入门级别的程序，这证明不了什么。这种程度已经足够他们探索好几年了。没想到林大哥这么厉害，压根儿就不需要我来帮忙嘛。这不是水平的问题，纯粹是老头想偷懒罢了。有本事你让这个机器人展示一下其他本领啊！既然你这么说了，那就给大家来一段吧。小花，展示。得嘞。这不是我吧？我没跳过这种舞，这根本不是我。这当然不是你。那这是什么？这就是。AI， 太牛了！终于有人做出了属于我们华夏本土的 AI 程序。是啊，过往高端科技都依靠国外的技术，现在周和年大神竟然成功研发出不输外国的 AI 程序。周和年大神，可以再多展示一点小蛙的技能吗？周和年大神，请问这个项目多久正式面试？可以开放投资吗？啊！糟糕，这事儿好像整大了，真麻烦。今天是我老公 AI 项目的发布会，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后面的介绍。但在此之前，秦总、周总，饶了我们吧！是他撺掇我们这么说的。周总冤枉了，周总冤枉了，是林总，是他给了我钱让我编造谣言，还承诺把你搞走后将我提拔上去。胡说，分明是你对我撒谎，才让我误会了周和年老弟。有秦霜、秦总这样的老婆，自己又是个技术大神，怎么不早点跟我这个做哥哥的说？弟妹，都是误会，误会。记者朋友们，你们说这算误会吗？不算，不算，这就是虚拟无限。你也听到了，今天就算我放过你，这些在场的记者和观众朋友们也不会放过你。你们编造谣言，肆意诬陷，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和我老公的名誉，等着吃牢饭吧。哥，怎么办？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好像闹太大了。逆子，林家怎么养出你这么一个心胸狭隘、不知廉耻的东西？爸，哥他也是被蒙蔽的，饶了他吧。饶不饶过你是周和年说了算，你们是应该向他跪地道歉。弟弟，是我们错了，对不起，原谅我们吧。我替这个不孝子向你郑重道歉，也在此宣布，这群人以后都绝不让踏足 AI 行业。这个老狐狸恐怕不会这么善罢甘休。你们今后若敢再对周和年不敬，我会让你们林家从这座城市彻底消失。还等什么？快滚！各位记者朋友们，非常抱歉，让大家看了一场闹剧。接下来，我继续为大家介绍我们的 AI 项目。周和年那废物竟然真的懂技术，他肯定是故意瞒着我们，想看我们出丑。他背后有秦霜撑腰，肯定给了他最好的代码资源，他才做出这个项目的。秦霜不就仗着秦氏集团背后的周氏财团吗？我们只要能搭上周氏财团，还怕他秦霜不成？但周氏财团是全球性财阀集团，据说背后老总也神秘得很，怎么搭上线呢？我记得你有个前男友，他爸爸是周氏财团高管。你说的是景深斌？他就是个疯子，好几次喝醉了打我。那算了，我也不忍心你受这种委屈。哎，要不我们还是忍忍周和年吧。你比他年龄小，忍到他去世，你就有好日子过了。那比杀了我还难受。那我想办法约他吧。好妹妹，还是得靠你啊。周和年，这回我要让你和你老婆
一起下地狱。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，感谢诸位捧场。海外项目出了点事儿，我得买最快的航班走。林家那兄妹不像会善罢甘休的主，你多小心。放心，对付他们我绰绰有余。那我要走了，你该说什么？这么多人呢，亲亲老婆拜拜，早点回来，我会想你的。亲亲老公拜拜，我也会想你的。朝夕，照顾好爸爸。妈，我懂，老爸向来手难得，你放心工作。还是朝夕乖。今天多亏了各位兄弟鼎力相助。老头儿，我去趟厕所，你少喝点儿。秦朝夕，是你，有事？真没想到你还有脸出现在这种高档地方，靠着你爸耍无赖混进林家，还真把自己当豪门小姐了。总比某些人顶着林家贾少爷女儿的名头狐假虎威强。你说什么？你这个差强人意的丑八怪！大姐，差强人意不是这么用的，没文化就少说话。你爸今天在发布会上的丑态，还没让你长记性。你敢骂我？关住他！放开我！我今天就让你长长记性。那是，住手！住手！我是这儿的经理。你认识他？不认识，但你也不能打人呀。我是林氏集团的千金林若田，这事儿是我林家的私事儿，你少管，不然我让我爸花钱封了你这破店。原来是林小姐，多有冒犯，这事儿我绝不管。算你识相。你这小姑娘不知道天高地厚，识相点，赶紧给林小姐道歉。林若田，我劝你赶紧放开我，不然等我爸来了就晚了。你爸？你觉得我会怕那个废物？你想干什么？敢跟我嘴硬，今天就让你好好尝尝滋味。给我滚！不要，老头！装什么学霸乖乖女？我今天就要看你喝醉了是个什么样。周总，不好了，赵小姐人堵在走廊里欺负，还被灌酒了。什么？赵熙，赵熙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就是呛了几下，没喝进去多少。是你让他们欺负朝夕的？是我又怎么样？我连你一块儿打。来啊，谁怕谁！看来要闹大了，不管了，总之不能得罪有钱的那一边。你们几个敢在我这儿撒野，是不是活腻歪了？你不认识我？你算老几？我为什么要认识你？赶紧给林小姐道歉，不然我叫人把你们全都扔出去！哼，新来的吧？你知不知道这家夜店是谁开的？难不成你想说是你开的？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？一个靠女人上位的软饭男，也敢说这种大话，笑死人了！林小姐，没必要跟这种人多说，交给我。刀哥，是我，您就在附近，赶紧来一趟吧，有人闹事儿。你完蛋了，有本事别走。好啊，我等着。听说有人活腻歪了，在我的地盘闹事儿。刀哥，就是这伙人来砸场子，还打了林小姐的朋友，您赶紧把他们赶出去。周哥，您怎么来也不提前说一声？
是哪个不开眼的敢惹您？我废了他！陈小刀，我当初把夜店交给你打理，你就找了这么个货当经理，自己当甩手掌柜。你个眼瞎的东西，竟敢对周哥不敬，立马收拾东西滚蛋！周哥，我错了，我是新来的，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这一次吧。我们周家有家训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该如何？你想干嘛？难道还想打我不成？打人就算了，老爸教你的那些穴位还记得吧？帮他按摩按摩。收到。你别过来！帮你按摩哪里呢？气产穴会让你肚子痉挛，人中穴这个能让你疼到晕厥。算了，搞不好你小命就没了。那就关元穴吧，只是会大小便失禁而已。哎，你干甚去了？我可没动手啊。若田。哭哭啼啼的，像什么样子？爷爷，秦昭先打我，周和年还带了一群人欺负我，你们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反了天了，竟欺负我的女儿！爸，你看见了吧？周和年根本不是个东西。若田，你放心，姑姑一定给你讨回公道。周和年，你竟敢打我女儿！你是不是以为我真拿你没办法了？周和年，你赶紧跟你女儿一起跪下给若田道歉，不然这事没完！道歉？你们搞清楚，是谁先在夜店赌人灌酒的？无论怎么说，若田也是小辈，你们怎么能动手？爸，若田那么单纯一个小姑娘，怎么可能主动惹事儿？一定是他们欺负若田。单纯会跟3个黄毛厮混？你进来吧。林董，今晚的事儿全程都有监控记录，是林小姐先带人堵住朝夕小姐，还往朝夕小姐嘴里灌酒。林董，我陈小刀在江城混了这么多年，最讲理。周哥是我兄弟，今天这事儿要是不给周哥和朝夕小姐一个说法，恐怕我这几百个兄弟会对林氏集团的生意有些意见。这个刀哥在黑白两道都吃得开，怎么会跟周和年称兄道弟？混账东西！你竟敢在外面惹是生非，还敢撒谎！赶紧给朝夕道歉！对不起，爸，受伤的明明是若田。就是啊，你们2个也给我安分点儿！今天这事儿就是若田不对，再敢多说一个字，就给我滚出林家！烦死了！那帮势利眼家长听说了若田的事儿，联名要学校开除他。肯定是周和年把消息散出去了。你联系上景深斌了吗？只要我们能借助他爸搭上周氏财团，就能把周和年踩在脚下。可景深斌那个疯子，我真的不想再跟他打交道。妹妹啊，你怎么还不明白？我也不忍心你受委屈，可周和年步步紧逼，我们再不反击，就只能被他赶出林氏了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现在就联系景深斌约他见面。这就对了，林家终究还是属于我们兄妹的。只要能扳倒周和年，牺牲你一个算什么？美华，这么久不见了，你还是这么娇媚动人。别说废话了，你到底同不同意让你爸帮我们搭上周氏财团老总？这事儿有点麻烦啊，你们应该也听说过，那位老总神秘低调，连我爸都没见过几次。申斌啊，要是这事简单，我们也就不找你了。办法当然有，只要美华你嫁给我，不就相当于你爸也是周氏财团高管了吗？一家人到时候当然不会说两家话。就凭你还想娶老娘，你做梦！美华，我这个妹妹骄纵惯了，说话口无遮拦，还是这么带劲儿。我喜欢。这门婚事，我替她同意了。真的？真的，美华是我看着长大的，婚事我就替她做主了。哥，你……申斌，你快去准备婚事吧，
还有周氏财团老总的事儿，就拜托你了。放心，我已经跟我爸说好了。哥，你为什么要替我答应和他结婚？美华，哥这么做是为了你好啊。为我好，可这分明是把我推入火坑。他老爸是周氏财团高管，真得罪了他，我们是没有好下场的。而且这个景深斌属于小脑发育不贤成，大脑完全不发育的人。等他帮我们搭上了周氏财团老总后，哥再帮你把他踹了就是。真的吗？当然，我肯定是舍不得你受委屈的，相信哥哥。好。喂，周总，晚上好，我是志辉。我不是说过集团的事儿我不过问了吗？怎么还给我打电话？周总，和集团无关。您也知道，我为集团打拼了几十年，大好年华都献给集团了。缺多少？什么？你这口气不是得绝症了吗？缺多少钱，我打给你。这次找您不是钱的事，我最后一个心愿是想邀请您赴宴。赴宴？小儿和林氏集团的女儿要结婚了，会办一场慈善晚宴。行吧，也是好事。地址选好了发我。感觉有点不对呢。林氏的女儿林美华，那还真得去看看。周和年这小子才来林氏多久，就拉拢了徐公、易振海，还靠秦霜站稳脚跟。再这么下去，林氏的话语权迟早是他的。你去接近周和年，找他的把柄，必要的话可以制造一点。放心，你家人的事儿集团会管。周和年，别怪我心狠，即便都是肉，手心手背总归还是不同。林氏亏损这么严重，不对啊，这几笔账怎么对不上？你看看这几笔是不是有问题？林承生之前怎么会找个哑女当财务？不对，你天生就是哑巴，能听见，但是说不了话。来，躺下。准备好了吗？你干嘛想什么呢？我只是给你治病。放心，我不是那种人。你这是头部损伤导致说不了话，看着像中毒啊。没事儿，我给你开2副药，喝几天就好了。想说什么别急。周哥，你真是个好人，但是对不起，我没办法。我和他领证了，他说他爸以景林两家的名义赞了个慈善晚宴，周氏财团的老总也会到场。好极了，终于攀上周氏财团了。等见到周总，我们就彻底翻身了。美华，你最终还是成了我的女人。周和年，你给我等着，等我搭上周氏财团，绝对会千百倍的报复你。怎么了？哪不舒服？周总，谢谢你治好我的病，无以为报。客气了，举手之劳。周总，我第一眼见到你就动心了，我愿意做你的女人，不求名分。我忽然觉得你还是不会说话好一点。朋友，空气给一下子。不愧是林家的长子，能争取到和景家联名举办慈善晚宴，做得不错。程生还是争气的，以后要是能跟和年好好相处就更好了。就是不知道周氏财团那位神秘的老总会到场吗？当然，景总给我们透露了消息，说他一定会到场。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废话，你这个废物怎么可能知道？看来成了。你看看你，衣衫不整像什么样子？你们说的周氏财团老总要去，
要去哪儿？慈善晚宴啊，弟弟。周氏财团可是世界第1大财团。抱歉啊，明天没法带你去了。慈善晚宴？没事儿，我本来就要去。你去？你以什么身份去？简直是笑话。当然是以周氏财团老总的身份去啊。别胡闹了，周和年！我认真的，难道你们不想我去？我本来就打算让你一起去，但周氏财团的玩笑可开不得。爸，你还真让他去啊？是啊，爸，万一弟弟去搞砸了……闭嘴！我做的决定还轮不到你们质疑。去了也只有丢人现眼的份儿。听说你最近领证结婚了，什么时候办婚礼？你领证结婚了？跟谁？景深斌。景深斌，景志辉的儿子，和景家的慈善晚宴就是这样来的。爸，我本来没想真的和他结婚，搭上周氏财团后，我就跟他离婚。胡闹！他爸是周氏财团高管，岂能让你说离就离？既然要结，就好好过日子。程生，把消息放出去，择日举办婚礼。爸，我不要，哥，你帮我说2句啊！你们慢慢聊，我先走了，明天不见不散。你以为你年龄还小吗？难道景家配不上你？爸，景深斌他是个疯子。那他现在也是你老公。美华，别哭了。哥，我不要和景深斌举行婚礼，现在该怎么办啊？美华，当务之急是搭上周氏财团老总，除掉周和年。我知道，但你答应我要帮我踹掉景深斌。爸这个态度，爸毕竟年纪大了，很快林家就是我们说了算，他的话也未必要遵循。真的？当然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护着你的。听说周氏财团老总今天会亲自到场，不可能吧？那位老总听说神秘得很，从没人见过他的真面目。要是能得到他的投资就好了。哟，还真敢来啊！瞧你这穷酸样，赶紧滚远点，别耽误我们等周氏财团老总。这位有鼻子有眼，但已不似人的朋友是？你关你屁事！弟弟，我知道你想融入我们。但今天场合特殊，都是商界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你最好别来捣乱，后果你承担不起。我是受邀来赴宴的。受邀？主办方是我们和景家，我们可没答应让你来。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高端的宴席也敢来蹭，脸皮别太厚了。行，本来我还不想来，是有人死乞白来请我的。既然不欢迎，那我走了。和年，来都来了，进去见识见识，对你也有好处。这几个蠢货，周和年要是走了，可就耽误我后面的计划。林伯父，你什么意思？这是我爸好不容易攒的局，是为了迎接周氏财团老总，让这种低贱的人进去，不是丢我们景家的脸吗？申斌，周和年也是我林家的人，让他进去看看而已，不碍事。景深斌，你爸是景志辉？没错。我爸就是周氏财团的高管景志辉，识相的就快滚！要是等我爸来了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景志辉怎么养出这么个废物？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。你说什么？没事儿，你爸的病治得怎么样了？我娘们！申斌，别冲动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你敢诅咒我爸？我今天非揍你一顿不可！你不是说他经常打人吗？这也不行啊！申斌，你冷静点，别拦着我，我今天跟他没完！一踹就倒，下盘不稳，一看就是肾不好。你给我等着，我这就给我爸打电话，你完蛋了！
住手！爸，你可来了，就是他。周总，爸，你对他这么恭敬干什么？他就是个蹭宴的。闭嘴！你这个蠢货！谁教你这么跟周总说话的？赶紧给周总道歉！我凭什么道歉？他本来就是个穷酸鬼。周总，实在对不起，犬子不懂事，冒犯了您，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训他。算了，不过你儿子连你得病都不知道。啊？对，我没跟他说呢。爸，你得病了？那你遗嘱立好了吗？滚！景总，您刚才叫他周总，他和您什么关系啊？他们竟然都不知道周总身份，看来周总是想低调行事。怎么，还嫌闹得不够丑吗？慈善晚会不想继续了？您说的对，快请进。周总，您先请。景志华怎么对周和年这么恭敬？肯定是周和年求着秦霜给景家送礼了。既然你非要来，我就让你在这种名流云集的场合彻底身败名裂。看来老总今天是不会来了。主座那位周氏财团高管到场，都已经是很大的面子。感谢大家来参加这场慈善晚会，但就在刚才，我们发现林氏集团核心数据被泄露，给集团造成了巨大损失。什么？核心数据泄露了？这可是我们林氏的命脉啊！到底是谁干的？一定要查出来，严惩不贷！泄露数据的人就在这个宴会厅内。别卖关子了，快说是谁干的！快说！这属于商业诈骗，找出是谁，一定要让他牢底坐穿。就是周和年。我？林董，这就是你认的好义子？林董，今天你必须给个说法。你们可能误会了，周总他怎么可能稀罕你们林氏这点仨瓜俩枣？他根本不需要。景总，您这么为他说话，是不是被他骗了？肯定是他干的！这种下流社会出身的穷鬼，为了钱是不择手段的。你要干嘛？稍等，我还原一下数据日志，看看到底是谁在背后搞鬼。虽然你懂点技术，但最多也就是个程序员的水平。这可是军用级别的加密，你是不可能破解的。是集团网络没错，但 IP 地址用的是 NIST 标准的强加密算法。林成生，只有你的电脑是这种级别的加密吧？铁证如山，除了你，没别人了。你胡说！爸的办公室也是这个级别，那就是，你是不是想说，这是你手下干的，不关你的事儿？对，肯定是我的手下私自篡改的数据，跟我无关。这还真是个万能借口。是真的，弟弟，你相信我。大哥，你当我们都是傻子吗？你的手下人能随意进入你的办公室，还能拿到核心数据的权限。你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，不惜泄露公司核心数据，栽赃给周和年，太过分了！林成生，这分明就是你干的，休想推卸责任！弟弟，是我错了，我没有管好手下。慢着！各位董事，
实在抱歉，我刚刚收到匿名举报，周和年私生活混乱，竟然这样对待下属。没想到他是这种人，猥琐龌龊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看着挺老实的，没想到竟这么下流。真是天助我也！周和年，你要彻底身败名裂了。哼，就这？周和年，这是你手下的女员工，你仗着她是个哑巴就肆意欺辱她。我们林家是把道德观念放首位的家族，绝对容忍不了这种道德败坏的行为。周和年，别怪我心狠，谁让你搞出这么多事儿，威胁到我呢？我懂，道德标兵嘛。不过装出一副高高在上、正义凛然的样子，背地里却干着各种龌龊事。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就请出一个人，让他自己跟你们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周和年，你真是无法无天了，竟敢把小三带上来！弟弟，他一个哑巴，能帮你证明什么？你还是乖乖承认，接受惩罚吧。他能不能证明，你们听听不就知道了。我是被人指使的，那张照片是有人故意偷拍，我才借位造成的假象。周总，别推开我，窗外有人偷拍，需要您配合一下，不然我们都会有麻烦。周总，对不起，您医好了我的病，我还这么冒犯您。算了，你这么做也有苦衷吧。谢谢您能原谅我，但刚刚我说的话是真的。我和我老婆的感情非常好，从来没有变过，希望你能明白。我懂了，周总。等合适的时候，你愿意站出来揭穿始作俑者吗？不管对方拿什么威胁你，我都能帮你解决。他竟然还在为我考虑。好，你进来工作。原来照片是假的，周总这是被人做局了吧？这个林家一会儿用数据泄露栽赃周和年，一会儿拿出假照片陷害他，也太可耻了！快说，是谁指使你的？我指证是林。畜生！竟然三番四次谋害周和年，你是不是想把我们林家的脸都丢尽？爸，这次真不是我干的，这次可以是你干的啊！你还敢狡辩？除了你，还有谁会这么陷害周和年？你这个白眼狼，林家怕是容不下你了！爸，真不是我干的呀！很抱歉，这件事是我这个不孝子的错，我们林家一定会给你个交代。我不需要。即便这位小姐原谅你，我们林家也不会轻易放过你。从今天起，革去林承生在林氏集团的所有职务，好好在家反省。爸，你疯了吗？你为什么要相信这个女人的话？爸，这事儿要不要再查一下？我意已决，这事儿没得商量。我们林氏容不下心术不正的人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你在自导自演，把脏水都泼到我身上。脑子是个好东西，可惜你没长。妈，你快替我说说话吧，都是这个周和年陷害我呀！你们别吵了，承生不是这样的人。您的意思也是我诬陷他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妈，夫人，妈，你想想，周和年都是你把妈气成这样的。你这个扫把星，自从你进了林家，就没一件好事儿。快，先扶夫人下去休息。周和年，你想害死妈，我要跟你拼了！你住手！现在不是胡闹的时候。快，先扶夫人下去休息。慢着，周和年，他好歹是你义母，现在被你气晕了，你就不要咄咄逼人了。非要把妈气死，你才满意吗？他不是气晕了，他这是中毒了。胡说！
宴会是我们林氏酒店一手承办的，所有的食物和饮品都经过严格检查，怎么可能有人下毒？爸，我看他就是做贼心虚。周和年，在这种场合不顾全大局，你是想把我也气死吗？林家今天这一出大戏，真是叹为观止。不白来，真是都不白来哦。信不信由你，我只是实话实说。如果再不给他施针治疗，会越发严重的。你少在这里装神弄鬼！我没有装神弄鬼，还施针治疗？你以为你是谁？是谢神医来了，是谢神医来了。谢神医，您怎么来了？神医？真假的？谢神医可是画风医术传承人，传闻在他手上的病人，只要不是死透了，都有得救。他是中毒了，需要立刻治疗。中毒不深，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了。谢神医，您救了我的夫人，大恩大德，我林建国没齿难忘。今日老夫恰巧路过，也算有缘。该死的老头，架子真大，还坏了老子好事。你是周老先生？周老，和您比起来，我应该还算年轻吧？我看过您照片，我师父经常跟我提起您，说当年就是受了您的点拨，才创立了画风艺术。也没那么夸张了，其实我早就隐退了。能一睹您真容，我就是死也瞑目了。你刚才表现得不错，没有丢你师父的脸。妈，你醒了。你们都出去，我想和何年单独说话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！你身体还很虚弱，不能这样。程生是我一手养大的，我知道他做错了，但我不能看着他被逐出林家。妈，求求你放过他这次吧。我竟然以为他这样是觉得亏欠我，原来是为了求我放过林程生，真是可悲。何年，当年医院里阴差阳错的报错你和程生，让你流落在外，是我这个当妈的没保护好你。现在妈也不能坚定的维护你，都是我的错，只求你能原谅他这次。起来吧，你这样跪着只会加重病情。只要他不再来惹事，我可以对他既往不咎。这脉象不太对劲啊！你最近是在吃什么药吗？就是这个药，建国说我身体不好，让我每天都吃。怎么了？你的脉象显示体内还有毒素残留，不知道跟这个药有没有关？怎么可能？这个药能让我带回去吗？好。完了，全完了！现在爸要革你的职，还要把你逐出林家。靳家也因为上次的事对我态度冷淡，我们再也没有靠山了，全要完了！闭嘴！你能不能别吵了？哥，你这是对我发火？你以前从来没凶过我。对不起，美华，哥不是故意的，只是最近压力太大了。爸妈对我很冷淡，每天连下人都在看我笑话。你能理解我吗？我理解，都怪那个周和年。还好他蠢，妈的，差点露馅。哥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？你答应过要帮我离婚的呢。别慌，那个人他马上就回国了，只要他回来帮我，所有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。谁啊？能有这么大本事？哥，你快说啊，是谁？我们的干妈温可兰。她呀，本事嘛确实大，但她从小就只疼你一个人，眼里根本就没有我。她回国了，会管我的事儿吗？什么你的事儿，我的事儿？你林美华的事儿就是我林程生的事儿。你也知道干妈的本事，连爸都得听她的。放心，到时只要我开口，她一定会帮我们报仇雪恨。我相信你。儿子，你帮我查一个海外的药，样品已经用最快的方式寄给你了。好，我马上就去办。看来林家的秘密比我想的还要多。
建国，我要回来了，你想我没有呀？回国了。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，计划正在实施，让你不要轻举妄动吗？我为什么不能回国？苏锦衣那个女人不是住院了吗？还是说你心疼她，不想让我回来打扰你们？小兰，你别无理取闹。最近周和年把林氏搅得天翻地覆，我已经够烦了。我听程生说过了，不就是一个靠攀富婆上位的老滑头吗？根本不足为惧。你别乱来，周和年那个小子有点邪性，不好对付。你听我的，等我把事情处理好，你再回国。我已经到机场了，你不管我，我就自己去医院找苏锦衣。你别任性。去医院，我倒要看看那个女人到底病得多严重。干妈，程生，我想死你了。干妈，你怎么只抱哥哥呢？我也很想你。美华，你真是越发漂亮了。苏锦衣呢？她不是在这住院吗？爸刚才让人把妈接出院了，说要她回家休养。竟然不跟我说一声就把那贱人接出院。干妈，哥现在被革职了，都是周和年那家伙害的。我被他整惨了，干妈你可得帮帮我。放心，这事儿交给我，我一定会让欺负你的人付出代价。来得挺快，看来有人迫不及待想让我死。肯定是周和年买了水军来黑我。股票涨涨跌跌不是很正常吗？你不懂，这段时间咱们的校校合作被取消，古玩圈、学术圈都把林氏拒之门外，易氏集团把我们子公司的投资给停了。芯片行业现在只认周和年，根本不认林家。周和年那小子肯定在下一盘大棋，要把林氏占为己有。放心吧，再大的棋局，下棋人没了，那棋盘的主人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吗？小兰，你叫人去做掉周和年了。这种眼中钉就得早点铲除。怎么，你心疼了？主要是周和年那家伙有点邪性，我比较担心。建国，你变了。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，做事畏手畏脚，瞻前顾后的。可能确实上年纪了。这事儿就交给我吧。对了，苏锦衣那边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不出1个月，他就会彻底醒不过来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儿子，爸，你还是老了呀。哦，此话怎讲？爸，你被人瞄准了，你竟然没发现？狙击手位置在东南角45度，巴雷特 M82A1，对吧？爸，你早就发现了，那怎么无动于衷？因为我也早就发现你回来了。还得是爹。你怎么知道我会有危险？怎么要暗杀我，下单下到你这儿了？准确来说，是下到一个背叛组织的人手上了。对不起，爸，我没管理好组织。行了，看着手笔不像是林家那几个，先带回去审一审，不要打草惊蛇。好，锦衣，该吃药了。建国，美华最近总是来我这里哭，说景家对她不好，申斌喝醉了还会对她动手。她毕竟是我们亲生女儿，你帮帮她行吗？胡闹！瞒着我们结婚，现在后悔了，让我们冒着得罪景家的风险去帮她离婚，做梦！对不起，我不该对你发脾气，但我也是为了林家考虑。这样，你给我点时间，我会帮美华的。真的吗？不过你得乖乖把药吃了，这样身体好得快，美华看到了也能高兴。我走了，你先休息。爸，药检报告和鉴定结果都出来了，这种药长期服用会变成植物人。林承生也的确是林建国和温可兰的私生子。果然不出我所料。爸，温可兰刚回国就急着替林承生扫清障碍，上次暗杀没成功，他肯定还会有所行动。
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且看着吧。老爸还是老样子，到点午睡，对这事儿完全不上心吗？只能我这个做儿子的多替他防备着了。你最近天天往我房间跑，会让别人起疑的。怕什么？苏锦衣都昏3天了，肯定醒不过来了。还有谁敢管到你头上？话虽这么说，但这个节骨眼儿还是小心为上。对了，上次你派出的人有消息了吗？好消息，这不就来了吗？什么？早就告诉你不要轻举妄动，你非不听。万一事情暴露，可就麻烦了。不可能，我花了重金找的还是暗组织的杀手。都说了，那小子有点邪性，跟本地的黑帮也有关系。不管怎么样，现在打草惊蛇了。明晚上不是有家宴吗？家宴上他总带不了人，这次我会找暗组织3把手亲自上阵。暗组织3把手，真的？没错，他在海外都是执行军事级别的任务，这次绝对万无一失。好。何年，这是程生和美华的干妈温可兰，刚回国。你就是周和年，果然和苏锦衣很像。过奖。这就是你儿子周延之吧？一表人才啊。他是选择性哑，不爱说话的。你这是把我们当傻子吗？今天家宴，别伤了和气。快落座吧，就等你们了。爸，周围全是埋伏。我知道。老头儿，这场怕是鸿门宴哟。要不要通知我们的人进来，先控制住局面？淡定，来都来了，就陪他们玩玩。在座都是我们林家人，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宣布。大家也知道，我夫人最近身体欠佳，一直处于昏迷状态，无法继续打理林家事务。为了咱们家族和集团利益考虑，我决定将锦衣名下所有的林氏股份，以及林家事务和集团的管理权，全部转让给温可兰。谢谢大哥的信任，我一定会打理好林家，带领林氏集团走得更远更好，不让大家失望。哥，爸要把妈的股份都给干妈的事儿，你早就知道了。我在这儿祝贺干妈了，希望大家能理解并全力支持我的决定。人还没死呢，小三就迫不及待地入主东宫，是不是太急了点儿？你胡说什么？周和年，你血口喷人！温可兰是我妈，干妈，你少在这挑拨离间。这是你们当年苟且生下林承生的医院记录。这种伪造的证明，你觉得有人会信吗？当年根本不是抱错了婴儿，而是你为了让林承生名正言顺地进林家，把刚出生的我偷偷扔到乡下，让林承生顶替我成了林家少爷。林夫人今年偶然得知林承生并非亲生，你又哄骗她说当年抱错了，在她的强烈要求下，你不得已寻回了我，但你也留有后手，暗中给她下了长期毒药，就是在等着她倒下的这一天。我说的对吗，林建国？是我低估你了，周和年。他这是不装了，摊牌了。爸太厉害了，这么狠毒的阴谋都被他识破了。你因为没分到林氏股份就对我怀恨在心，竟然编造这种离谱的谎言。周和年，现在人醒不过来，你怎么说都行，但你拿不出证据，我可是会报警告你一个诽谤罪哦。谁说他没有证据？妈！你不是说他已经醒不过来了吗？为什么他还能站在这儿？怎么可能？你不是变成植物人了吗？怎么会？老头儿，这剧情
也太像你的手笔了吧？我只是给了他一个看清真相的机会，剩下的都是他自己的选择。林建国、温可兰，你们怎么敢！我要是再不清醒，岂不是要看着你们这对狗男女得逞？我苏锦仪白白帮别人养了40年的私生子，还被下了慢性毒药，差点变成植物人，才看清枕边人的真面目。不可能！哥哥怎么可能是爸的私生子？还是和干妈？哥，你怎么一点都不……你早就知道了。不然呢？你以为我和你一样蠢？既然你都知道了，我也没必要再演了。但可惜，你发现的太晚了。你这是承认了？事到如今，没什么好装的了。对，都是我干的。林建国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为什么关门？我陪你演了40多年的恩爱夫妻，你该知足了。苏家落寞，你早就没有利用价值了。苏锦仪，你要是好好躺在床上装死，或许还能捡条命。可你偏偏跑到这里来坏我们的好事，就是找死！你们这对奸夫淫妇，我一定要把你们的仇事公之于众！公之于众！今天能活下来的人说的才是真相。什么活下来？你什么意思？动手！今天在场的所有人，一个都别想活。我？你疯了吗？我是站在你们这边的。爸，我是您的亲女儿啊！滚开！要不是苏锦仪把你当个宝，这么蠢的东西，我早就扔垃圾桶了。要怪就怪你身上流着苏锦仪那个贱人的脏血吧。是我信错了人，原来小丑竟是我自己。这些人是我花重金请的暗组织3把手和他的手下，个个都是高手，曾执行过无数次国际任务，从来没有失手过。今天周和年、苏锦仪，你们都会死在这里！慢着，你们想去哪儿啊？怎么可能？你不是说花500万找的暗组织3把手吗？怎么会打不过周和年？你们搞什么把戏？还认得我是谁吗？老大，还有前任老大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没看清是您2位，求您2位饶命啊！什么？你叫他们老大？怎么可能？你认错了吧？你再好好看看。不可能认错，这是我们暗组织创始人周和年大哥，以及他儿子周延之，是我们现任老大。他们的实力哪里是我们敢碰瓷儿的？暗部组织创始人竟然是周和年，他究竟还有多少我不知道的事儿？他到底有多少身份？太可怕了！完了呀，彻底完了！我花重金请来的组织头领竟然是他的小弟，可笑，太可笑了！是不是从一开始我就惹了不该惹的人？原来他比我想象中还要厉害得多。古玩鉴定大佬、开宗立派的神医、代码大神、顶级杀手组织的老大，居然都是他！爸，他就是之前叛逃组织的人，而且他带的这些人都是被我们组织面试淘汰过的，不属于组织成员。好家伙，这是搞了个复仇者联盟啊！爸，怎么处置他们？来了。你们涉嫌故意杀人、商业犯罪、非法拘禁、投毒等多项罪名，证据确凿。现在我们依法将你们逮捕。放屁！你们从哪找的证据？还需要找吗？你们做坏事是一做一个马脚。感谢周总您提供的证据和协助。我们局长说了，这是大功，要给您颁发奖章，到时候送到您名下的周氏财团，可以吗？你名下的周氏财团？你们难道不知道吗？
周氏财团的老总兼董事长周和年。既然你都是周氏财团董事长了，那你回来是专程玩弄我们的吗？对啊，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争林家家产？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争家产，也不想玩弄你们。我就是想看看当年抛弃我的人是什么样，了却一个执念而已。你为什么向我们隐藏身份，把我们当猴耍啊？我有瞒吗？没有，你都说过是他们不信。那就是你自己蠢，咎由自取。善恶终有报呀，人还是得多做善事。周和年，林氏集团现在群龙无首，我们大伙儿想一致推举您担任林氏集团董事长。和年，谢谢你救了我，救了林家众人，救了林氏集团。我没有资格以母亲的身份要求你，但我也是林氏的一员，衷心希望你能接手林氏，带领林氏越来越好。吃老婆儿女的软饭了，没想到还是脱不了身。你瞧，老头被架住了。真是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呀。好，我可以暂时接手，等稳定下来，再传给合适的人。太好了！经过这5年大家的努力，林氏集团已经成为行业第一，步入正轨，不再需要我继续打理了。我也在此宣布，我会正式隐退，后续的工作就交给各位了。都怪那个姓林的，整整耽误了我5年的退休养老时间。这5年，我真是为林氏当牛做马呀！周总，您不能隐退呀！要是没有您，就没有林氏今天的辉煌。是啊，周总，您再考虑考虑，我们都离不开您。这帮老家伙还想捆住我，没门儿！我意已决，各位都是有能力的人，一定能把林氏打理好。你可算出来了，我真怕他们把你绑起来不让你走。对呀，这要是老徐就这么做了，他们还是太在意那张老脸。就是，哎，好你个老易，变着法骂我不要脸呢。走，开掉。老头儿永远这么潇洒。不愧是老爸。他从不属于名利场，他只属于自己。